咁呢就今日係27號，25號有一個沙田市集同埋有一個從化，26號呢就有4場嘅沙田嘅市集。咁我做咗25號嗰5場先，咁之後呢，我聽日先至做埋嗰8場。咁因為呢，聽日嘅市集呢就要好夜先俾嘅，咁我後日做。咁通常市集呢就係做前一日咁樣咯，好冇？咁因為而家唔係好趕啫，咁我就做咗呢一個先。好啦，8月25日啦，咁第一組泥地1200米嘅短途集準備啊！好咧，開閘嘅時候呢，都算幾齊集雙嘅，立腳啲向後邊，黑衫進步贏啦，褪咗落嚟尾已有黃衫綠色。前邊嗰幾隻都幾濕㗎，標誌極光啊、櫻花酒杯同埋升龍區啊，呢隻就步做高手嚟噶。好啦，跑咗一段啦，標誌極光中間，外邊係升龍區，中間呢仲有櫻花酒杯係第3位啊，第4位志滿同行，第5位烈進區，第6位黑衫時時歡聲，外邊百勝威龍。升龍區唔係好濕喎，佢放唔到頭，帶唔到頭啊。分別係同樣美麗啦，同埋黑衫嗰隻呢係進步贏嚟嘅。好啦，咁轉緊彎啊，前面就標誌極光啊，壓到埋嚟大快過嗰隻呢就升龍區啊。櫻花酒杯第3位，志滿同行第4。嗱，櫻花酒杯拉出去呢，一望空呢就嚟啦。埋邊上咗啲啊，步逐高手啦。嗱，一推就有嘅，尾3到啦，黃衫綠就白。推就有嘅，升龍區就冇啦，無謂逼佢啦。同樣美麗響後邊係進步贏啊！櫻花酒杯咁樣贏到隻標誌極光呢就好 fit 㗎喎。優勢，但係外邊櫻花酒杯上嚟呢，亦都係相當好嘅追勢啊！志滿同行都衝上嚟第3，志滿同行都 OK 㗎。外邊時時歡聲，黃衫嗱過咗終點都 OK 啊。位置係升龍區啦，入邊呢仲有步逐高手啊！後邊嗰4匹馬烈進區係橙衫嘅，中間粉紅眼就同咁鬼耐咧，搞佢先。好啦，繼續試集嚟到第2組泥地1200。好咧，開閘嘅時候呢，咁啊嗰隻傑出雷霆外邊唔算好快嘅，依家就翻上去啦。褪咗落嚟嘅馬灰馬嘅紅海勁啊，中檔尾子超勁赤兔啊，尾3埋邊啦，維港激流啊，黃黑格仔衫響個馬林入邊啊，得到後呢場集啲馬唔係好濕啊，因為紅海勁都擺第2位啦。哎呀，唔好意思啊。紅海勁都擺第2位啦，而且紅海勁最快喎，嗰啲快馬就唔係好快喎。褪咗落嚟嘅馬灰馬嘅紅海勁啊，中檔尾子超勁赤兔啊，尾3埋嗱唔濕啊，呢一場成組都唔係好濕，贏嗰隻好少少。好啦，跑咗段啦，手機標都唔算濕啊。應龍飛鷹啊埋邊啦，外邊傑出雷霆過咗。手機標勁梗係濕，梗係放到啦。咁見到就中間位置咁有呢隻得道猴王嚟嘅，後邊啲馬太渣，逼唔到佢哋。空中霸王啊，尾4轉色閃耀，尾3正二波，尾2呢就係超勁赤兔啊！點下個馬匹，即係除咗頭嗰2隻之外呢，全部都曳。手機標勁就貼欄放第2位喎，傑出雷霆嚟噶。咁第3位嘅馬埋邊啊，應龍飛影啦。咁啊中間位置有成組都曳，後邊後邊嗰啲啊全部都曳。尾4係空中霸王，有啲唔係好遠咁樣喐嘅。超勁赤兔，費事逼佢啦，嗰啲騎師隻馬唔 fit 啊嘛。最後100米到啦。手機標勁就好鬆容之下就擺咗喺前面。傑出雷霆都唔係好噶。後邊嘅馬傑出雷霆跟前。手機標勁好少少。應龍飛鷹第3，勉強地好。激流出邊第5得道猴王啊！後邊嘅馬啦，轉色閃耀，內欄超勁。嗱唔使睇啦。後邊3勉強好嘅咋，嗰隻手機標勁，即係佢應該會更好。好啦，就跑。好啦，繼續試入嚟到第3組泥地1200米嘅短途集。隨自己步，好咧！開閘嘅時候都算幾齊集雙嘅，99圍軍啊立啲響後邊內欄呢，咁啊褪咗喺後邊，仲有隻光輝歲月啊，尾3黃衫嘅創科群英，尾4粉紅衫嗰匹呢就有龍之月嚟噶。好啦，睇翻前面啦，幸運大夫放王，好進步喎！同群啊第2位啊，頭嗰隻幸運大夫啊，外邊嘅第3，同喜第4，咁啊梁區好有第5啦，第6就深紅紅啊，後邊嘅4隻創科群英黃衫粉紅衫，外邊龍之月，中間捐咗上去呢就99圍軍啊，響後邊嗰隻係光輝歲月嚟嘅。
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啦，前面放嘅馬就係呢隻幸運大夫啊，放嚟咗2個零馬位到啦。後邊嘅馬有傲視同群啊，第2位內欄走上嚟喎，咁啊另一隻藍眼罩嘅馬係良區好友啊，咁啊第4位有埋邊嘅同喜，外邊巴閉精揈隻良區好友好 fit 啊！尾499圍軍，尾3埋邊創科，一撻就着啦。外邊粉紅衫呢係龍之月，你睇下佢腳勾嘅，見到啊？見到佢勾入去㗎啦。最後100米到啦，嗰隻腳勾啊，見到啊？仲係埋邊啊，佔隻腳啊勾㗎。良區好友呢追上嚟有勢喎，隻馬都。哇，幾好勾力啊！幸運大夫哇，fit 到爆燈！深紅紅追上嚟第3啊，埋邊同喜呢，中間淺藍衫巴閉精啦，後幸運大夫啊進步咗，良區好友就 very fit 啊！99圍軍追翻啲啊，內欄黃衫。好啦，第4組係喎，我有密碼喎。今次個密碼嗱5個 number 嘅，頭嗰3個係756啊。756啊，頭嗰3個，跟住我講埋最後尾嗰2個，睇埋呢組先。53002997啊，記住啊，53002997，頭嗰3個 number 係756啊，仲有2個 number 未講，因為太集中精神睇啦。最死步。好咧，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，大家都出閘都相當齊喎。咁啊，外邊紫色衫嗰隻暴風影呢，就響個尾二，褪咗喺後邊嗰個綠衫啊，準希望啦。尾二褪落嚟都係慢腳噶啦，就係夢照法啦。尾4大面箍中檔呢，就係王者嚟嘅。阿瑞高、蘇華偉啊，馬佔先，咁啊瑞高響外邊埋邊啊，雙子美麗力勝第3、第4，冇戚下喎，隻瑞高勁聯咁嘅頸啊嘛，係咪？即係我講隻瑞高，哇仲打得出嚟，哇季初未見過呢隻馬咁 fit 啊！好啦，咁啊轉緊彎，前面放嘅馬呢就瑞高嚟嘅，直情帶嚟2個馬位。哇，好勁啊！後邊嘅馬雙子美麗啊，第2位，第3位埋邊啊，雙子美麗唔得啦。力勝啦，第5花香月明，第6翠湖。褪啊，雙子美麗。外檔暴風影啊，中檔尾3大面箍嗰隻係凱旋王者，埋邊有準希望啊，響後邊嗰匹馬係呢隻夢照法嚟噶。好啦，最後100米到啦。瑞高擺咗喺前面走，哇 very fit 順咗呢就贏出呢個大閘啦。全日第2 fit 啦，內欄就捐咗上嚟。全日第1 fit 就良區好友。紫美麗有冇第3呢？出邊暴風影追，咁啊仲有白帽中檔翠湖烈風都追啊。中間藍衫啊力勝啦，埋邊63粉紅帽準希望。第5組啦。咁慢，仲要退出咗隻，唉。智勝攻略就唔算好快啦，中嘅2宗係響後邊先。好啦，前面快嘅馬一隊啊，咁啊外邊位置就美麗第1，埋邊呢都係嗰隻銅馬房嘅馬喎，新輝之星嚟噶。好啦，跑咗一段，咁啊新輝之星快過嗰隻呢就美麗第1添。美麗第1唔 fit 啦。3位呢係嗰隻智勝攻略嚟噶。好啦，位置呢就大家已經定咗落嚟噶啦。新輝之星埋邊係佔先啲，咁啊但係美麗第1開始喺外邊呢就已經係咬上嚟啦。後邊跟住先啦，都仲係嗰隻智勝攻略嚟噶。好啦，轉彎嘅時候埋邊呢都仲係新輝之星係有啲優勢，出邊係美麗第1，咁啊攞咗出去出邊啊，唔喺入邊食泥啦，係嗰隻智勝攻略嚟噶。好啦，最後200零米，美麗第1要騎先過到佢喎。中間就美麗第1。外邊呢，咁啊智勝攻略有少少惡過個頭啊！好啦，最後100零米到啦，咁啊新輝之星埋邊，中間美麗第1一路搖住2隻馬叮當馬頭，睇下邊隻馬贏出呢個大閘，都係美麗第1。唔 fit 啦，新輝之星第2、第3。好啦，智勝攻略最後嗰2個 number 係11啦，孖1啊！好啦，咁啊傳53002997，傳嗰5個 number 過嚟，好冇？跟住嗰組我聽朝先做，好嘛？係咁多，好，拜拜。